中勇士嚟嘅內欄位置啦，就係呢隻爆熱啊！第3位啊花香月明，內欄第4魅力星啊！第5位藍衫外邊啊超風速啦，內欄紅眼罩淺藍衫謙謙君子啊！馬林中間粉紅衫橙帽快馬加鞭，後邊嗰5匹馬南區王啦，尾4呢就多彩多姿掟大外檔嘅飛雲同埋巴閉佬啊！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城中勇士有少少嘅優勢啊！呢個時候爆熱就開始追上嚟啦，緊隨其後嘅馬入邊攝上嚟嘅謙謙君子，中檔位置仲有魅力星啊，出邊超風速大外檔嘅飛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爆熱鬥緊城中勇士嘅時候，魅力星響中檔亦都追緊，出邊位置第4位謙謙君子接近終點，魅力星贏啊！跑第2名爆熱，第3名城中勇士，第4名係謙謙君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放頭就城中勇士，跟住第2位出咗頭就爆熱，但係呢個時候魅力星將佢哋趕過晒，跑第4名嘅馬謙謙君子。好啦，今場賽事咧就穿翻條翻版 Q， 不過就魅力星啊反勝嘅，後尾爆熱落到2倍大熱跑過第2，城中勇士黃寶嚟第3，咁啊謙謙君子就跑第4，全部跟前啊！同埋即係始終個健康穩定咗咧，連場都係可以爭取到好成績啊！哇！今日蔡約翰都仲有